过来关心苏丹红的消息，苏丹红风波继续伫假，有料理界中央厨房之称的金福华食品公司南投的厂区，嘛甲高雄市的这个丁赞公司有买苏丹红这个咸椒粉，买偌济？买到差不多8988公斤，用个剩偌济？剩差了10几公斤，其他拢做成呢福宝系列3公斤甲17公斤的沙地酱，主要是卖一寡小卖啦、小食店甲火锅餐厅。其中这个廖俊捌广告过福华牌沙地酱是无用了这个有问题原料，伊毋过福宝系列的这沙地酱销到全台这个火锅店，有这个业者就讲啊，讲这个3公斤的沙地酱福宝牌比牛头牌俗几百块，因为较俗，所以讲大家收钱买，听讲市占率有70%。全台火锅店的业者即马出来等，出名的连锁店，这个三马臭臭锅就接到上游厂商通知，讲敢若有买到苏丹红无影响的货，所以讲呢，这个业者赶紧通知加盟店，暂时停止卖危险相关的这个产品，等待这个检验报告出来再去讲。苏丹红的风波，拖烧到出名火锅店三马臭臭锅，顶一位厂商疑似去买到苏丹红无影响的货，火锅店也发出到声明表示，3月初4开始已经请加盟店的伙伴全部暂停贩卖嫌味的相关产品。嘛，请顶一位厂商家己送检验。那在检验报告还没有给我们之前，我们就预防性的在3月4号就停售麻辣锅还有加辣的服务。火锅店的业者即卖拢带嚟等，因为南投县卫生警卫人员到金福华食品贸易公司南投店稽查，发现因北向高雄市丁赞公司进有低感原料苏丹红的环境活粉，金福华进货8988公斤，即卖仓库敢若剩13公斤外。其他全部拢做成沙地酱等等的相关产品，总共55项，而且全部出货，和139间A位厂商，市占率来到70%。然后目前所影响到的，我们的产品是福宝系列，然后17公斤跟3公斤的东西，然后目前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已经在封存当中了。福宝系列讲话不是会提供到一般市面上去的，比较特殊通路的话，他们会有特殊的用料。金福华集团表示，收到苏丹红有这的沙地酱是福宝系列3公斤甲17公斤的沙地酱，主要是卖给搬商、小食店、火锅店甲餐厅。亲像艺人廖俊捌代言的福华牌沙地酱是无问题。因为金福华食品有料理界中央召开称号，火锅店业者就透露，福宝牌的沙地酱市占率比牛头牌也个较悬，主要的原因就是介绍。这罐3公斤大量制作的福宝牌，都比牛头牌的沙地酱俗80到100块。它这一批的效期是在2026年的5月3号。那本局查获之后，已经在昨天在现场封存的原物料下游厂商进行下架，那今日会开始进行回收机制。金福华食品也发声明表示，已经将所有环境粉的原料拢封起来，该用轻的环境粉来做原料。更加强调，金福华是受害厂商之一，后续会配合卫生局对查问题沙地酱回收的代志，卖给消费者退回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